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进前点病护理师厝内面的人。台湾会当透过 COVAX 摕到武汉肺炎的 AZ 疫苗，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头一批若准到位，会先予前线医护人员使用。本地马伫盖亚那设一个台湾办公室，不到1天的时间，盖亚那迄边宣布遵守一种原则，拒绝台湾的协议。讲到桃园病院的群聚感染事件，今仔日又搁增加一个本土病例咯，是确诊病例839厝内面的人。这个确诊病例初三解除隔离，不过伊拢无出门，伫昨进行采检，在今仔日验出确诊咯。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连续5天本土零确诊了后，其他6天零确诊曝光。桃园病院的群聚感染，初五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暗号924，是指标个案暗号838住院医师，伊的女朋友护理师，也就是暗号839的亲人。因为1月12开始居家隔离，初3解除隔离，无出门，初4采检，初5确诊。因为伊捌伫2月1的时阵出现那后尿尿的症状，大家咧讨论讲，这天敢就是伊发病的迄天。精准的时间点，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掌握。那现在看到的单一个数值 ，CT 值是偏高的，我们当然会优先想是不是在晚期了。但是它对于社区就确实它的影响很低，在那时候是839哈，他因为他发病啊，所以就隔离了家里这4位，哈，他们是同住的家人，他那个受传染的可能性是一样高的。陈时中强调讲，暗号902是对社区的影响真大，因为伊为1月12就开始隔离，也若敢会因为有新增加的个案，然后桃园病院恢复正常营运的时间。924，它是从1月12号起就居隔，好，所以再来讲，它也跟是社区是区隔开，目标群都查过了。好，那所以是那种非目标群里面，好再有出来，那才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疫情还需要再持续的观察。那到目前都照着我们原来设定的方向跟目标，好在进行。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新增加3例境外移入的病例，暗号921是荷兰籍的男性，1月初2来台湾做工课，2月初3自费采检，初5确诊。暗号922是台湾籍的男性，长期住伫美国，1月13甲3个亲人做伙返来台湾过年，自主健康管理期满，甲3个亲人做伙自费采检，这个个案确诊，3个亲人是验出阴性，目前居家隔离当中。也若暗号9823是阿富汗籍的男性，曾在往回台湾甲杜拜，1月初7搁一届来台湾，2月初4自费采检，初5确诊。目前已经初步掌握这个个案工作上的接触者1个人来做居家隔离。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咧分配武汉肺炎疫苗的 COVAX 已经甲台湾列做头一批配送疫苗的国家。台湾确定会当摕到 AZ 的疫苗。指挥官陈时中伫今仔日搁再讲 ，COVAX 依照比例进行配送，详细数量是无清楚。不过，若准到了台湾，前线医护人员会当自带升，搁再来，也就是边境的检疫人员。台湾采买新冠肺炎疫苗总算被列入配送名单，上紧2月底上班6个就会运到位。不过，爱加另外7个非联合国会员国国家也是地区，斗阵分130万3200剂 AZ 疫苗，到时阵一个月分配到偌济咧？第一个，我们当然就是还是要看这个数量，那马上相关的这些名单的准备，要把它准备起来。然后第二个，我们在疾管署这边也需要做紧急输入的申请，然后进来之后，那FDA 也要做相关的一些检验。无清楚确实的分配数量，指挥中心讲，若分配落来会赶紧完成相关的作业，上紧准备1个月了后才发到注射。而这疫苗注射优先顺序，专家咨询小组调集人张尚顺讲，小组捌开过排序的会议，评估每一个族群可能会用注射的人数。专责应变医院的最需要照顾这些COVID-19 的个案的话，那他们也许会在所有医护人员里面又在排在更前面的一个优先顺序里面哦。专门负责应变的病院的医护人员会排伫警察头前，但是中补充，拄开始注射量无大，一定要对正伫保护大家的人，也有团体的优先注射，再佮甲边境的检疫人员才会纳入。你家己是毋是带头注射疫苗？伊讲量若真充足，仓库放甲满满，大概就会成住。
就后面仓库放得满满的哈，那我大概就会先打哈。那如果这量不太够哈，那我大概会晚打了。那如果量虽然少，可是又打不完了，快过期了，那我会打了。根据疾管署今年1月29到2月7日，全国22个县市年满18岁以上民众1522笔的电话抢邮调查显示，医疗从业人员有65.2%愿意注射，防疫人员有74.8%愿意注射。甲去年10月调查来比较，愿意来注射疫苗的比率拢有提升。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病院的清零计划伫今仔日完成采检咯。若讲到桃园病院过年了后才通恢复营运，若准是过年期间民众有需求，桃园地区的病院敢有法度来承担呢？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讲，初八下晡会进行联防会议，也会做伙来讨论。排队的人比前2天减少真侪，工作人员也是一直提醒保持社交距离。卫生福利部立桃园病院专医清零计划，连续3天分作5个推出，已经采检2136人。伫初5中昼，算讲做一个勘站。这是第2次采检比较放心啦，因为万一有病麻烦呢。不是我一个人得病，可能很多呢。截至中昼，清零计划实际核酸采检2126人，也有10个人还未采检，其中有6位下晡采检，3位大院请别个病院协助采检，另外也有1位照护人员人伫中国。若是核清采检的部分，应该采检706人，实际采检682人，24位还搁伫队状中。前2天总共 PCR 是1908支。检体都是阴性，血清抗体的部分，那我们会送去昆阳做检查，那可能应该要是1-2天吧，哈。针对桃园病院过年后才当恢复运作，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初八下晡会举行在已经接近病院的联防会议，检讨春节期间急诊、门诊、住院的数量，强调市民的健康照顾袂当拍折。也是要看这整个核酸检定的结果，判断风险高低后，才能够决定。那所以我想，2月8号我们会再做一次这个联防会议的盘点。前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表示，核酸检测检体送到北部4间病院采检，结果上紧礼拜6、初6早起才会当出来。核酸抗体就要送到昆阳实验室检验，上紧嘛要1-2天，无定到礼拜就结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确诊病例908去到宜兰的行踪，说去放泄漏出去啊，甚至搁伫网络顶头流传，想袂到泄漏出去的人竟然是知法犯法的警察。目前也甲这位警察移送法办，也要提醒民众讲，确诊病例908去到宜兰的行踪是甲感染者接触进前去的，请民众唔通惊吓，也唔通乱传。这个图文伫网络顶流传，爱当地居民特别细致，内底写暗号908，这个50多岁确诊的个案活动的行踪，伫宜兰的各地，互民众是真惊吓。即马散步的源头找到啊，竟然是宜兰刑警大队的一个姓陈的侦查组。陈贤他这个将公务机密转传到不相干的第三人的部分，那本局在31号立即就是组成这个考纪会，然后就针对成员这个一大过，然后调地处分。这份资料是警方协助中央疫调承办的警察伫内部的群组发布的，想袂到姓陈的侦查组一时的疏忽，转传去其他工作群组，佮因为安尼流出去人面册顶顶的社群软体，伊毋但去互记告调职，佮涉及犯涉密罪，函送宜兰地检署侦办，会进一步追查敢有其他的人涉案。原则上看起来踪迹应该是正确的哈，只是它不是在我们接触确诊个案之后的一个行踪，所以并不是用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来做一个规范，应该算是暴露个人隐私。其实暗号908，捌伫2日去宜兰，毋过经过指挥中心甲当地卫生局证实，伊是伫2、3甲暗号889接触了后才去画着，所以网络风声的宜兰活动史甲疫情并无关系。也若姓陈的侦查组，因为伊家己的失职，嘛爱承担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美正式的经贸对话，伫今仔早起9点举行视讯会议，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了后到台美头一届的对话。会议结束了后，经济部长王美花召开记者会对外来说明，强调台美双方拢总有100多人伫线顶参与，也强调讲有美国的驻侵官员伫内边参与，暂时无方便透露名称。这回视讯会议，唔但企业界有达成共识，甚至有企业建议美国政府爱邀请台湾加入 CPTPP， 台美之间也着爱签署 FTA。伫去年11月份举行台美经济欢迎友伴对话，也签署 MOU。不过外界是烦恼伫川普落台了后，台美对话行过话停。只不过伫拜登上任了后，台美正式经贸对话，这个月初5如期举行，也正式号名叫做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前景座谈会。早起9点伫经济部第一会议室，用视讯的方式举行。Interdependence 互赖的这个字啊。提到过很多次，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长久以来的这个分工关系。王美花强调，参与者非常踊跃，美国政府有驻侵的官员出席。不过双方的共识是袂使公布名称，但是产业的代表有全球500大企业，包括着高通、康宁这些。但是台湾出席的业者，王美花并无公布。不过媒体是讲，包括台积电的副总彭淑华、联电财务长刘克东这些，直接出席的厂商差不多10多人，其他用线顶的方式参与。台美双方拢总100多人参加。王美花讲，伫这个对谈中，美国业界表示，甲台湾是互相依赖关系，也向美国的官方呼吁，希望美国重回 CPTPP 的时阵，台湾也当加入。邀请台湾、韩国一起都来加入这个 CPTPP。他也很多次都提到，台美之间应该要来签署相关的 FTA。另外，这个对话，台美业界拢总达成3项共识，包括双方会持续建立分工、互补、互相依赖关系，也甲台美应该增加更加侪研发人才交流。美国方面也提起到，计划伫 WTO 内底推动 ITA 第3阶段，也就是科技协定，进一步来减少双方相关的关税障碍。去年在疫情的一个冲击之下，台湾的出口全年度还是有4.9% 的成长FTA 的覆盖率6倍于我国的南韩呢表现更好。我认为说这个 FTA 不是万灵丹，台湾的话很明显的就是这些半导体的晶片那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王美花表示，未来伫5G AI 技术下，半导体需求会越来越悬。美国方面也估计，2025年半导体产值可能达到5500亿美金。学者认为讲，台美关系因为产业合作会持续深化，也过加入 CPTPP 也是签订台美 FTA， 也是受到地缘政治变数的影响。台湾只有靠强化供应链技术，产业才有竞争力，才有谈判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咱的外交部才宣布讲，台湾要伫咧盖亚那设一个台湾办公室。想袂到无够1天的时间，盖亚那迄边外交部就发出声明，表示讲停止甲台湾的协议，强调一中政策，甲中国的邦交是袂变卦。咱台湾除了表达遗憾以外，也批评中国这款施压的行为。总统蔡英文也伫 Facebook 顶头表达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甲谴责，也强调讲，这款的行为对两岸关系无法度加强以外，也无法度改变中国伫国际上的形象。台湾人也袂落软，也袂改变行向世界决心。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后礼拜就特别过年咯，真侪民众拢会出外去行村，也因为疫情关系，台北市、新北市伫景点拢会进行人数管制。若准民众想要去到阳明山赏花，会当先去网络查看卖，看有偌济人。伫咧新北市也有通上网络去调查，会当查观光区的楼街、风景区，甚至是博物馆的人数。已经入春啊！台北市内湖落华公园的樱花规排大开，就算今年因为疫情，暗时赏樱花活动取消，不过天气真好，也是吸引真侪民众来到现场赏花、翕樱花。赏花请佩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不过为着要翕相，真侪民众把摄影提来，也面画面翕相，忽视这个防疫的规范。口罩戴起来就不知道照谁了，这个问题在这儿。拿下来之后，说实在的，你说怎么做防疫？拿带为了拍完美，说实在的，你说怎么保持距离？而相反促销活动的阳明山花季是伫5号开始，过年期间有个更加侪民众出佚佗，强加造成互相惜话情形。北市府宣导会伫公园盛会因为面册专业，定时公布各景点的回访，也有订好告示人数，互民众家己判断是毋是要去。
绿灯的话，就代表你跟非同行的友人可以保持1公尺以上的社交距离。那黄灯的话，就是稍微人挤人的状态。那红色的话，就真的对，请大家可以另外择期，可以当做一个参考。怎么说？因为知道哪边人多，可能就是跟大家避开。我发现好几次都不太准，所以我都不会这样看。不过，儿童行动园、动物园这个所在，爱到现场才知影讲是不是有超过管制人数。台北市长郭文铁讲，考虑建立人流热点线上系统。新北市已经在网站启动老街风景区甲场馆的线上人数仪表板。可以看到说，我们各风景区的停车场是否管制已经密出，以及游客的人数会不会已经过多，不建议再前往。新北市长侯友宜过年会到景区来视察，也呼吁民众爱注意人数仪表板的状况，人伤多就莫去，遵守防疫原则。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市面上有真侪电视阿爸讲会当免费看到外国的影片啦、节目啦、戏剧等等。国内电视台也集体向刑事警察局报案，头一批要掠是伫咧卖安博 EV 风潮厂一寡电视阿爸业者，而且伫咧新北、桃园、台中也掠到嫌犯啊，也查扣778个电视阿爸交代所无。电视同业工会表示讲，即回放侵权的价值大约是超过台票10亿。一天唱12家。无论是新闻台也是运动频道，即要随手点选就能看。这是市面上广告，即要开3000到5000块就使终身免费。看国内外节目的安博阿爸，犯罪集团设置机房破解电视台信号了后，这个传输到非法的机上压。那本次所查获的侵权有国内几个主要电视媒体，还有日本相关的主要电视媒体侵害他们的电视制作财产权。这回受害者主要以国内电视台较多，所以讲共同委任同业工会提告。就连日本电视台也被撤出信号，经由相关的机构提出告诉。警方成立精兵专案来追查，头一波锁定市面上定定看到安普 EV， 小调像这机上压，成功伫咧新北、桃园、台中掠到嫌犯，查到778台非法的机上压，9台伺服器的主机，总计大约1200万。看到机上额全部都是盗版的，都是破解而来。那这些人头跟所谓的机上额之间的关联，我们现在正在追查。而非法的业者为着闪避追查，成立 App 网站，引导用户来安装。不过警方讲，伊违反杜绝犯法。而市面上这非法机上压，大部分是中国制造，伫台湾卖。著作权问题，我觉得台湾很常在发生会被侵犯的问题，就是在台湾很常发生。电视同业工会估算，即摆项侵权的价值超过10亿。警方表示，凡受非法的机上压、设置机房、强奸触犯妨害电脑使用罪、杜绝犯法重罪这罪，即阵也正规划下一波的搜查行动。记者综合报道。淡水的轻便铁路头一期已经通车，目前第2期还有前期。在地居民组成联盟反对轻便铁路规划到老过去，讲会破坏在地历史地景。不过新北市政府也提出伫咧河边方案，不过在地乡亲却认为讲会破坏自然环境，也希望会当取消规划。新北市捷运工程处表示讲会继续沟通解决疑虑。淡海轻铁第2期工程是真侪争议，昨民进党立委黄文甲反轻铁入老街水花行动联盟开记者会，讲即马新北市政府要采用的豪华方案是会破坏到淡水的空间。豪华方案是暗算对捷运淡水站出发，沿豪华到关条广场了后，驶入去中正路，继续延伸到渔人码头。咱这捷运通车20几年吼，已经甲开的豪华变做一个足水的这个绿带、景观带。甲清水的散步空间，你看卖啊，那安尼规个轻轨为遮开起哩，咱看会到的吼，这规排的路树、绿带废掉。联盟表示，水花这条路是11.5公尺宽，起轻铁了后，敢若剩1.5公尺互人行，2.05公尺互沿路点头，实质无够用，阁危险。立委黄云嘛认为，无一定爱起轻铁，公车嘛是一个选择。事实上，轻轨本来就已经盖好了那个青山线，在没有那个盖好的轻轨前，淡水本来就有免费的公车，所以如果还希望交通更好的话，我觉得也许可以做的是免费的公车的频率增加。黄云表示，希望政府会使继续甲当地民众沟通，再来规划。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会继续甲地方的居民沟通，解决民众的疑虑，凝聚上大的共识。记者郭碧君、张玉水台北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讲到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进前登到国内了后，随即互抓起来。过去2礼拜来，有真侪支持纳瓦尼的民众上到街头抗议。根据着抗议组织的估计，目前已经超过1万人叫互抓起来。经过逼出讲，当初伫病院甲纳瓦尼急救医生，却是无张无弛，雄雄死亡。莫斯科法院以违反缓刑条件为理由，判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3年半的徒刑。有一段法庭的录音带，互人公开。伫庭上，纳瓦尼为家己讲话，批评政府是想要抬价架构。Именно как отравитель. Вот знаете, был Александр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 или Ярослав Мудрый, и будет у нас Владимир Отравитель Трусов. Вот именно так он пойдет в историю. 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去年8月，好亲像去互政府派人加戏毒，互人送去西伯利亚的病院急救。不过，迄个时阵协助治疗的副主任医师马神米森，却是传出过身的消息，才55岁。医生前工作的病院证实这个消息，不过无交代具体原因。I think this is a huge mistake, even for Russian stability today. 反对派支持者为1月纳瓦尼互人逮捕以来，连续2礼拜行上街头抗议，这是克林姆林宫多年来面临上界严重的挑战之一。国际社会同款正关心，呼吁普廷政府放人。Лишение указом гла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3 украинских СМИ солидной аудитории эфира вопиющим пример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не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идущим вразрез с законами Украины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ми Киева по защите свободы слова. 真A加罗关将近10个抗议者，无度徛起来行打，甚至连测速都有难度，环境真差，互关押的抗议者将加压的这画面铺上网。抗议组织估计，连续2礼拜的抗议，目前至少有超过1万人互警方关押。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就美国媒体表示讲，若照目前全世界注疫苗的速度来看，想要等到疫情也未发生真正的生活，上少爱7年。不过也有好消息，就是美国的最近疫情有较稳定啊，交生的疫苗也正式向美国提出授权申请。也有研究表示讲，染病康复的人，摕来抗体上少会当维持6个月。全球各国陆续伫注射疫苗，台湾也列入头一波 COVAX 平台疫苗配送名单。全球可能会使慢慢恢复到疫情进前正常的生活。不过，根据皮普新闻社统计报道，按照这阵疫苗注射速度，可能需要7年4个月时间。皮普新闻社表示，因为美国公卫专家胡基讲过，要有70到85%的美国人注射疫苗，美国才法度恢复正常。皮普参考这个讲法，对照因建立的全球新冠疫苗资料库内底，每一个国家无同的注射的速度，换算到这个数字。尽管这款的统计结果让人感觉失去信心，不过也有好消息。美国疫情较低，过去1礼拜每天平均新增加确诊大约是14万4千例，比顶个月高峰每天平均将近25万例，下降大约42%。而且住院的人数也下降，1月底以来继续维持在10万人以下。而 CNN 引用美国 CDC 的资料，到初时全美国大约有 8.5% 人口，也是将近2800万人至少注射头一剂疫苗，而将近700万人已经完成注射停书。另外一项好消息是，制药大厂交生集团初时发出声明讲，已经正式向美国 FDA 提出疫苗紧急使用授权的申请。CNN 报道，交生新的疫苗甲辉瑞以及莫德纳的疫苗小可有无同款，只要注射一剂就会用的啊。而且用伫冰箱正常的冷藏温度之下放3个月，无亲像其他2种疫苗需要真低温度来保存。This is pretty good news for people because our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once you've been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once, the antibody level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persist for at least 6 months. 另外，一方面，英国人体生物资料库对着2万名得到新冠肺炎的康复者来进行研究，发现99%能维持抗体3个月，88%能维持抗体6个月，显示患者好起来了后，至少6个月内拢也有防护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德国，就有一间兽医诊所，利用几个月时间训练3只狗，因用鼻的就会当鼻出少人去染到武汉肺炎，而且准确率竟然有94%。这只狗啊，伫咧无共款的孔用鼻鼻来鼻去，若拄到特殊的气味，就会停伫遐无震动，刷落来就会当看到有饲料落落来。
奖励狗仔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德国一间兽医诊所训练狗仔用敏感的片仔，找出感染着新冠病毒的患者，成功率有到94%，代表狗仔确实会当用片的分出测试的人敢有喂着病毒，而且还佫包括感染了后无症状的患者。 Das Virus gibt den Geruch ab. Das passiert nicht, sondern wenn das Virus die Zelle befällt, verändert sich der Stoffwechsel. Und damit gibt die Zelle andere Stoffe ab als eine gesunde Zelle. Und das ist sehr virusspezifisch, was die machen. Und diese abgegebenen Stoffe der Zelle, das ist das, was der Hund riechen kann und uns anzeigt. 那德国，荷兰为去年9月份开始，就捌用有训练过的狗仔，伫赫尔辛基万塔机场用片的来确认旅客检测的样本。 就连法国也为1月初开始训练狗仔喂人类流的肝当中检测敢是有去喂着病毒，平均的正确率有到95%。有协助医疗人员找找患者的狗仔，嘛有因为意外致死残障的狗仔。不过，因也是靠救助协会帮忙，拍拼重新搁徛起来。伫泰国曼谷的东南部，有一个流浪狗庇护所，内底有27只狗仔，因为各种的状况，致使后骹袂行。 伫庇护所的协助之下，伫因的后骹绑辅助的链仔，重新搁训练，或者狗仔会行搁会走。It's almost like they have no idea that they have a disability, and once you put him in the wheelchair for the first time, it's like there's no learning curve. They immediately know what to do. It's really amazing. 这间庇护所是由一个瑞典人市伫期末创立的。 伊为2002年搬到当地了后，就发现在地流浪狗因的生活条件真歹，就开始照顾这个狗仔，而且体袂行，还有残障的狗仔，提供照护的课程。这间庇护所一工都要开13块的美金，差不多是台票37000块，用来照顾600多只的狗仔，还佫有饲350多只的流浪狗。原本经费的来源是外界捐款，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善款缩减4成，即马敢若会当暂停1个月一届的流浪狗节育的手术。 公司新闻陈时栋编译。台中的东方快速道路宽屏案，2018年12月，去予最高行政法院宣判撤销，就要停工。台中市政府也当咧调整施工的方式，目前测试已经通过第2阶段的宽屏啊，算伫明年复工，2026年会当完工。不过当地石冈仔反征收自救会说是无法度接受，表示因会抗争到底。 台中东方快速道路为国道4号方圆接到当时有9.3公里长。2016年8月份动工，工程分做5个标案。不过方圆迄边第1甲第2个标案重新启动宽屏的过程有问题。2018年12月份，去予最高行政法院宣判撤销，规个工程全冻点。台中市府启动2阶的宽屏，测试顺利通过。环评委员特别要求，针对 隧道的一个专栅部分，要求能够用机械开挖方式减少空污、还有噪音跟震动的一个影响。那对于民众的权益的部分的话，也要求建设局能够妥善的一个维护。 台中市环保局表示，环评委员真重视土地征收、环境污染、甲民众权益等等的问题。因若市府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会当预防甲减轻开发对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才会通过环评的审核。先前比较有争议的，除了在路线、路廊，包括隧道方案啊。 这个在地方的一些讨论之外，主要是在石冈地区，他们有提出来，希望建议其他的路线。所以我们这一次呢，通过环评之后，我想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核定的路廊，会跟地方再做妥善的说明。台中市建设局强调讲，经过调整石冈段的路段了后，大幅度降低受到影响的人家厝，还有拆迁的面积，会搁甲地方好好来说明。 不过，在地石冈反征收联合自救会是无法度认同，批评讲这是恶想的宽屏，说落来一定会抗争到底。这次的环评审查的委员，让我们觉得一点都没有站在专业的角度上去做严格的去监督开发单位，根本就是个黑箱作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不过，不少当地民众是真期待东方快速道路会当完工，因为唔但会当减少塞车的情形，嘛对偏远地区紧急救援，也有互医生看的需求有帮助。希望市府会当赶紧化解这个争议，提早复工。记者综合报道。
已经讨论真久的大拿部迁村安置草案，高雄市政府正式对外公布相关的补贴措施。市政府强调讲，这款的补偿内容是目前国内部的，按算总经费会有600亿遐多。高雄市长陈其迈3月中会和居民进行说明会，希望有8成以上的居民来认同。伫国道1号甲红山溪中间，原本红门港迁村所出来的土地，未来会成为大拿埔迁村安置的所在。经过真济时间，高雄市政府公布迁村安置草案，估计总经费是600亿，强调3大优惠补偿是创下全国的头一例，前所未有的从优作为。也就是说，原本的住商的土地呢是1坪换1坪，是农地、公保地的部分呢，市长也承诺，用市价加4成的补偿。至于房屋的话，无论是合法或者是怎么样，都是以全新的价格来做补偿。那么发起10%到25% 的拆迁补奖励金呢？沿海6里信用中心庙宇这宗教设施建筑物也比较一般的建筑物补偿优先配置，发放拆迁奖励金。同时针对64户拆迁、厝税补偿、坚固土地优惠贷款甲利息补贴，以及市民交通费、打伤营业损失也甲农产损失的补偿，提出6项的配套。行政院报核以后，然后接着我们再经过签了同意书，大概在预计，我想至少要8、9成以上的一个量，一个市民同意的话，就一定会启动迁村的一个计划。大拿埔19000多余居民3月中，市长陈其迈特别开3场说明会，已经有得到大部分民众的认同。农地你就是1坪换1坪嘛，你这个上盖歹，你桃园航空城东嘛，伊区段征收的概念落去做，2坪农地换1坪建地，免强个有法度接受。即摆伊用迄个广告地价加4成，迄根本就是抢劫。贵个计划书啊，这啥物计划书啊？贵看有呢，是不是？唔好做代志，唔好那么潦草啦。居民是批评草案伤老草，完全无法度接受，强调准讲市长亲身来沟通，也无法度同意。到底大拿埔迁村是毋是会当成功，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进前咧做立委的高志平，去互指控讲，伊接受别人的政治现金，判刑4年6个月，因为表现良好，符合假释条件。法官裁准假释，高志平暗时6点外，行出8地外1加价。高志平会当登去处理过年咯，面对镜头，伊只是讲隧道社利益。高志平伫国议会非公用市场租地案件当中收人50万的政治现金，已经去互关756天。高志平假释出监后，必须伫24点钟内去到新北市地检署向检察官报到。讲到高雄市议员黄捷的罢免案，2月7日就要进行投票咯。今早起黄捷伫街头拜票了后，规日也是甲民进党高雄市下遮的立委甲市议员轮流伫街头扫街游行。另外，罢免团体透早也进行扫街催票，暗时阁举办罢免之夜。国民党立委也落南做工。罢免案投票前上尾一天，高雄市议员黄捷行程满满，进行最后的拼场。除了民进党高雄立委刘世芳苦地嘅陪同扫街，无共党的台北、新北和高雄市议员小厅，黄捷承认这名迎战罢免案，难免有一寡紧张、忐忑、紧张都是难免。罢免的选战上面，用这种正面迎战的方式，其实是相当大的挑战。那对于台湾过去的习惯，或者是说对于这种罢免选举的想法来说，都可能很不容易转换过来说，如果支持要投下不同意票，它是一个最标准的北漂女儿回来高雄奋斗的代表。那现在有人为了不是跟罢免相同的理由来罢免他，其实是一种威权体制的遗毒。要拼通过罢免门槛，72892票的罢捷团体，下早嘛进行扫街游行。选前之夜最后催票时阵，要举办唯一一场大型造势晚会。国民党10多名立委南下徛台。据我们得知，某一个军团的官兵反映，至今还未得知到可以投票的一个通知。总统带头行政不中立，影响地方罢免案，拉着蔡英文的裙角一路往上冲，
在政治上见异思迁、见利忘义、过河拆桥，这绝对不是年轻人从政的典范。地区性议员罢免案投票演变做全国瞩目的焦点。公市选委会特别提醒，2月6号投票日12点开始，要遵守6大原则。虽然这边的投票只有伫凤山区进行，国外县市无投票权的民众跨区宣传，含用活动宣传罢免案，也是透过社群媒体发布转达相关的图文，拢会受罚。另外，投票迄天，伫投票所行来行去，带手机入去，含掠掉罢免票，嘛拢是违法的行为。记者李小米交关张兴坤高雄报道。讲到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登到国民党了后，近日开始风声蹦影，有人咧讲想要拼连任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希望得到赵少康的支持。不过赵少康却是否认这项谣言，甚至江启臣也开始拜访真正的党主席啊。有人认为讲可能是想要把党主席的大位坐服掉。支持反内底公车，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特别去到台中，讲到反内底人数要超过50万，伊呼吁蔡政府赶紧喊停。搁伫同一天，伊嘛发布新年展望影片。大家辛苦啊，过去这一年。这个影片，江启臣呼吁民众后一届用选票做出更加好的选择。敢若为着党主席的保卫战，江启臣低调展开拜年的活动，陆续拜访前党主席连战、马英九、朱立伦等人，说明中共董事长赵少康要登去国民党的代志。江启臣嘛证实有去请伊，因为在野党必须要团结，但赵少康重新登去国民党，敢是嘛有江启臣的连任之路真有压力。我个人心中自有一把尺来判断。哪些人我们可以来邀请担任为中评委？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一切就是照党的一个程序该怎么样来走，我们就怎么样来走。国民党没有内奸我相信我的团队。甲赵少康和郭鲁的3人会面，消息外流，江启臣否认国民党有内奸，佮强调要聘赵少康是中评委的代志无变卦，而且党有党规，要修改拢必须爱党内有共识。但是有消息指出，江启臣要向赵少康表态要连任，伊希望赵少康爱支持，和赵少康否认。我没有说要支持他嘛。那他有当面寻求你的支持？也没有，他也没有，不可能了。他也是一个水准很高的，他有时候他一直表达说他要寻求连任啦。那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选，这是真的，不会啊，罢节归罢节嘛，是主席归主席，这2回事情嘛。初六就要进行罢免黄捷的投票，不过赵少康登去国民党，敢若互罢免黄捷的声量受到影响，伊敢是会去高雄小天。赵少康认为这甲选党主席是两战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离化风电设施对今年开始施工，不过却是真欠人。经济部预测讲，做离化风电的头路上部会出现15000个亏，所以因就伫咧高雄成立一个国际级的训练中心。今年都推出相关的就业训练课程，就真侪人来报名，也有少年人是专工对台北落来高雄上课的。校园分组爱爬梯仔学伫高空作业，因的安全拢靠身躯顶这2条锁啊，因为未来因可能爱伫120米，差不多36悬的所在作业，摕到安全证照是上基本的。相对比较辛苦，就是体力上面会有一些有感觉啦，就是像是爬高在救援的部分。对，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高雄海洋科技产业创新专区拄则成立，内底包括训练离化风电人才的所在。技术中心甲劳动部合作，对今年开始推出4个梯次，予18到29岁民众的课程，有高空作业、落海求生等等的训练。这班12个名额，不少人专工对台北、落南来上课。我以前是专案经理。那其实以现在来讲，其实风电就是未来一个趋势很大的产业。那因为毕竟风电它接下来还有30-50年的发展。今年开始到2025年呢，国家一共有将近10到11个风场会陆续来完工。那我们所谓完工，包括从海上运输、陆地上的预组装，然后到海上面的我们叫 installation， 就是安装的阶段。那甚至到后续运维的阶段。那我们自己有预估呢，在这5年的阶段里头呢，离岸风电所需要的人才大概会有1万到15000人。政府全力推动离岸风电，真侪投资商拢是国外来的，即马真欠台湾人才，而且这个产业划出年薪100万，
当然爱考虑人可能需要伫高空甲海上作业。如果你的工作场域是在海上的，再加上海事的加给、出海的加给这个部分，我相信薪资年薪加起来100万不是问题啦。我应该比较向往后勤，就是以后风机正式在运转之后，我想要在 operation 这块做，或是以后如果要拓点在亚洲不同的国家。技术中心唔若提供少年人一份。这个场所嘛，提供业者和员工摕到国际证照，赶紧训练台湾在地人才，投入这个新的产业。记者陈嘉文、赖伟哲高雄报道。讲到现代人，阿嬷棍安动动是大家人人都有的大毛病。工研院正研发出一领衫，一个身躯顶透过加州铺电刀，就袂输亲像抓人的效果共款，会当减轻酸痛，而且大家个人透过手机来观察家己的身体状况。上班时间坐伤久，阿嬷棍感觉酸痛，这时阵藏在衫内底这个晶片，连起手机的 APP 分析身体状况，进行加州铺刺激，等候酸痛。有时候坐办公室久啦，或者是运动之后，会有一点肌肉酸痛。那穿这件起来就会感觉比较好一点。这领衫可会使测量喘气、心跳，可再透过虚拟实境系统，骑铁马的时阵，就在电荧幕看到消磨偌济力量。还看到一些心率的资讯，他也告诉我热量消耗是多少，我觉得还蛮酷的。它只要结合衣服的穿着就可以穿在身上，不需要粘贴任何电极。第二个，它多点多功，可以直接针对不同的身体的一个电刺激的位置去调控，也可以给不同强度、不同模式去应用。时代愈来愈进步，真侪科技运用在生活当中。研发团队希望这套系统唔仅用在运动生理检测，还使进一步帮助居家健康照护。记者对君和新潮报道。伫咧家己六骹有一位70多岁老大人，因为亲戚朋友拢无伫咧身躯边，这几冬佮加上目睭青光眼的镜头，豆豆开始看无啊。知影这件代志的民间团体，就赶伫咧过年之前来替这位老大人摒扫厝内。这天无用的七拄啊摒出来，要赶伫咧过年之前，替目睭已经看无啥有的黄老先生，甲厝内外的环境整理好势。伊家一个吼。安尼生活，啊，佮进前为了物证安尼，吼，造成伊即摆身体吼，拢爱歹一寡尿地啊，无方便所在，啊，即摆佮引起变化，做目睭无啥看。今天来到六甲这副我们那个长辈的家哈，我们进来就帮他就是整个环境的清洁、打扫跟擦拭，好，包含整个家里的全面性的还都做。无实际伫边仔照顾的黄老先生已经70多岁啊。目前的生活除了护理单位甲公部门的照顾，厝边嘛来帮忙。黄老先生讲，青光眼互伊拢看无物件，要过年嘛无法度摒扫，加在有人来斗相共。家己吼，拢嘛是拢伫咱种的吼，要做刷工啊。哦，像讲阮爸爸伊做船长的时阵，吼，要整理环境拢请伊去整理，伊拢靠甲种的做一寡线工的生活安尼。个人大呢啊。啊，这生活看是无方便的。无是无方便啊，住地安尼。啊，咱就拄着啊，你听无？哦，所在即马社会就无即马文明较早的社会啊，对啊，社会是我转变啊，对啊，啊无法度啊，那无要安怎？社会局表示，目前家己县内高端客时大大约有1600位，透过甲民间福利团体的合作，伫过年之前这段期间加强合作，希望因的年会当过甲较顺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着要呼吁市民众会当安心过好年，云林县政府结合20个乡镇市公所和县内65个派出所，提供420包食物银行的紧急物资包，加50包的保暖物资，予这寡有需要的乡亲甲家友，希望因也会当安心过好年。甲每一包物资底下拍开，内底有面条、白米甲罐头，这些拢是要提供予较弱势民众来使用，希望因伫过年期间，坐点头拢休困的时，卖当过一个好年。也为着予这民众领生活物资愈利便，云林县府社会处结合县内各公所、派出所就近发送。那如果我们透过一些家务访查或巡逻有发现一些家庭比较贫困的或是缺有的部分，我们会主动来发放这些这个食物银行的一些物资。
云林县府社会处表示，运用公益菜馆分配到的利润落去补助。云林县内事务银行自100块一年办到即马，平均逐个月会当帮赞340户需要物资的弱势家庭。也今年受到疫情影响，结合派出所的警力，到发送爱心物资。利用专管警察局分局这分驻所，总共有65位这分驻所提供450份这个紧急的物资包。这个紧急物资包内底包括讲除了这个基本生活，咱拄仔讲的这物资之外，一个家户拢有放25个这个口罩。社会处表示，过年期间甲紧急物资配送到各公所、派出所，希望各单位做伙加强关怀，守护弱势民众。人员若是发现真需要纾困，或者是救助弱势家庭，会当就近分物资予因平安过好年。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因为早当周啊天气阴惨，台南后壁的顶中社区也改种波斯菊一头花，大片的花海吸引袂少游客来遮行踏。因为旧年雨水落无够，尤其南部地区水情暗倒，今年台南市的早当场只好停止引产，也后壁区、顶塘社区应变这项政策，除了参改种波斯菊、日头花，转型变观光，花蕊很娇美，大片花海确实吸引袂少游客到地欣赏。过年期间，咱会当来遮看花，会当来遮参观阮的社区。阮这个遮有阮在地的一寡食材。也顶塘社区毋但野子种花，互来到地民众看水。农民搁开一块地种菜苕、种果子，游客通亲身落去田里体验满菜的趣味。来种一寡菜，人客，我们的游客来到这边，他可以现看现采。我们可以帮他现煮。想要看水，落田板菜也阁无够。顶塘社区伫过年期间开划济趣味的活动，打摆古早味，互游客食青。假日时啊，阁有街头艺人音乐表演。虽然因为欠水，无通引产种稻啊，毋过台南后壁变巧，改利用农村的特色，变观光，变经济。欢迎民众第二节去到顶塘社区行踏，看花蕊可爱，有食阁有掠。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新营后镇派出所有一位少年的查某警察，或做吴玉清，伊嘛是网络插画画家，普通时啊会画图分享上班的代志，嘛协助警察局画宣传单。伫咧荧幕顶悬画出古锥的红仔，伊是网络插画作家，嘛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营分局后镇派出所的警员吴玉清，伊用交通大执法做主题。画出警察执勤的艰苦甲趣味带。新营分局都会提倡同仁，尽量不要追车，除非说有发现真的很重大的刑案前科或是重大的案件，所以我就以这篇以不要追车的出发点去做一则4个漫画。吴玉清自细汉就喜欢画图，做警察了后，嘛是继续咧发展这项兴趣。毋但是为着要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也互人了解做警察的辛苦。因为吴玉清的创作风格古锥佮趣味，所以即马毋但是新营分局，就连警政署的梅仲业 NPA 署长室，嘛请伊来到画图，互警方的形象更较活泼、温暖。警政署的粉丝专业 NPA 署长室的大头照 ，TNPD 局长室就是我们台南局长室粉丝专业的大头照。另外，吴玉清嘛行入社区，利用画图的方式来宣传交通安全。伫咧禁令宣导的时阵，嘛当有近警民之间的距离。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13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14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